小美女，来，小美女，哎，这个菜啊跟上次一样好了，然后我今天要再加2个菜，这个黑椒牛仔骨，还有这个椒盐排条。哎呀，你知道的呀，这个小年轻现在都喜欢吃这种的呀。上次你没看到这个沙律牛排，这个玉米了哈，全部吃光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哎，对，哎，麻烦你，你先忙好了啊，一会儿再叫你一会儿。哎呦，来王嘛，来肉啊，娘来没吃完，我过哪去？我来没吃完，那这东西是小朋友、小帅哥，还记得黄叔叔啦？啊，不记得。哎呦，你不记得黄叔叔这个伤心了？你家里面那个很大的乐高就是黄叔叔给你买的啊，这下记得了啊？那要表示向黄叔叔见面孔亲他一下。这是要玩的，哎，我逮了嘛，你还逃了？你再逃呢？因为黄叔叔下次不给你买乐高了啊！在这无糖哥哥这第5场呀，无糖吧嘞啊，无糖一点去准备啊！小帅哥，小朋友再见，黄叔叔下次再给你买乐高啊！下次要亲黄叔叔的，要相推见面孔的。走，来呀，今天为什么来了？妈蛋来，真家伙的！哎呦，这是谁呀？神雕侠侣，杨过、金城啊，杨帅哥、金公主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个是，呦，不得了，手牵起来了啊！你们这个啊，谈得不错嘛。哎呀，这哪位不要难为情呀？黄叔叔自己人呀，你们牵好，这有什么啦？在我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了？黄叔叔也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，对吧？你们在我面前瞎面孔都没事的。好的，牵好。哎，你们先坐了，哎，你们爸爸呢？来进来呀！啊，下去拿东西了。拿什么东西了？还有2个人一起拿了。啊，你们那个英文名迪卡男神杨迪卡，你们先坐，先喝点杨子汤，一会儿我们再喝老酒啊。今天你们这个喜欢吃的玉米烙、沙律牛排、黑椒牛仔骨、椒盐排的4大护法，黄叔叔全都给你们安排好了。哎，黄叔叔很了解你们的。还是我晕了。哎呀，这那搁哪里脂肪了？来，见都2个来13的呀！你们2个爸爸脑子13点了，搞大了，真的1人18个体包，36个体包甩过来，我这个吃到明年吃不掉了。干什么了？自己人呀，我们都自己人呀，你搞这个不弄一种东西吃了。看到2个小朋友要好开心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们去弄这种东西干什么？36个纸盘，我吃上它呀！行了，真家伙的，你们爸爸真家伙的，哼！这36个体包像什么样的？你看这小美女吓坏了都，小美女儿子没看见过吧？杨迪克杨帅哥、金公主、杨过、金城，这个红包黄叔叔给你们端正，老板给你们端正好了。看到你们这么好，黄叔叔呢把他们送给你，这是黄叔叔一片心意。什么不收了？杨帅哥收好，不收黄叔叔的卵我爱卵熬卵的。哎，收好。这个金卡戴珊收好，哎，收好。里面这个还有2张这个海滨斯基的这个自助餐的券，这个下周末正好带这个金卡戴珊这个赏湖景，海滨斯基自助餐约会，看多好啊！正好那个下周里面还有2张这个婚博会门票了。下周海滨斯基这个16号、17号正好有这个婚博会的，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。什么还早呢？哎呦，结婚了，总归要结婚的呀！哎呀，结婚了，来见。我定会帮着准备的。5个月里我觉得还白活，下个月我觉得你们可以办酒席了，好办起来了，办掉结束了，结婚结掉，了却一桩心事。你说我黄叔叔说的对，但是又这么要好了，这什么了？这什么年代了啦？还要谈个1、2年啊？下周末16号、17号凯宾斯基潮婚时代婚博会，里面什么都有的，这个婚纱照、婚摄、司仪，这个租婚纱、买婚纱，什么都有，一条龙服务都有了，全部给你搞定了。我们看看，吃好自助餐之后下去看看，真的，要看看的，早点弄掉啊！这个婚车不用了，婚车这个黄叔叔给你安排好了，10辆劳斯莱斯。你们下个月要是结婚，我10辆劳斯莱斯直接开过来。我不吹牛逼的，不吹牛三的。你们要缺司仪，黄叔叔也可以的。小美女，这个话早有点的啊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各位亲朋好友，那这种我通行的呀，黄叔叔全能的。孩子，来吃2只，好，来绑一个。咦，怎么只有鸭子汁了？鸭子汁怎么跟我吃了？小美女，
这个老酒都没上了，这个红酒白酒是上呀。那新娘子是来不来，新婚快乐！哦呀，真个开心，真个开心！哎。